榮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喜劇鬧劇包括楊樂文《我推的男子》Good Show Club。點啊？由邊度開始啊？你要做攻啊，定係做受啊？小心啊！中槍！呢個就係我唔可以同你拍 BL 劇嘅原因啦。歐啟發，荷里活有單大生意，劇毒。盧志新，你個戲壞咗啊！中英劇團。哦，唔好意思啊，要等。你睇到我嘅信，你喺邊度揾到㗎？等我話俾你聽，邊揾到啊？喺插到褲袋啊！我唔知點做，我真係唔知點做。丈夫，好，請阿芝幫我哋揭曉個賽果。第34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喜鬧劇，盧志新，你個戲壞咗！恭喜晒，多謝阿芝，你可以落。首先我都要多謝劇協，真係勞苦功高，唔講太多，衷心多謝你哋。亦都多謝評審。上一次我攞呢個獎係20年前，2006年，我等咗20年。多謝。好，我唔阻大家太多時間，我要多謝好多人。首先我要多謝演藝學院教過我嘅所有嘅老師 ，King Sir、May 姐、三叔、Mo Sir、李銘心老師、Alex Taylor， 仲有好多好多。你哋教過我嘅每一樣嘅嘢，我直到現在仍然終生受用。冇你哋，可能我現在仍然係喺酒店做緊執房。多謝你哋。另外就係中英劇團，我嘅前任藝術總監古天龍先生，俾咗好多嘅機會我同埋支持我，多謝你古龍。我現在嘅藝術總監張可堅先生，多謝你，多謝。好多謝你竟然俾我發神經做呢個戲。亦都好多謝李振洲先生，亦都係我第二個嘅啟蒙老師。好多謝你，我學識咗好多嘢，亦都係用到現在。跟住嘅就係中英劇團，你個戲壞咗啊嘅成個團隊。導演，我好想上嚟啊，其實。雖然跟住我就好驚啊，因為我好想多謝你哋啊。好似阿炳咁講，呢個獎我得呢一個釘啫，我諗真係啊，係全部大家一齊嘅努力，同我哋一齊努力咗3個月。我好多謝整個團隊，我好多謝首先演員。如果我唔記得提我啊，我多謝力高，多謝 Joanne， 多謝阿邦，多謝新地，多謝15，多謝 Hinson， 多謝 Edwin， 多謝朱勇，多謝 Bubbles， 多謝你哋。多謝由 Blue 帶領嘅整個後台團隊同我哋一齊陪伴我哋一齊排練咗3個月。多謝你 Blue， 多謝 Joba， 多謝嘉維，多謝 Sita 等等，多謝你哋同我哋發神經喺3個月入邊，話要 props 就 props， 喺後邊整10幾個花樽。啲門我話甩，做乜嘢甩㗎？跟住佢即刻鎖，即刻整翻好。多謝你哋，多謝中英劇團節目及宣傳部由 Christy 帶領嘅整個團隊，
你我哋花咗好多心機，多謝阿倫，多謝 Crystal， 多謝 Janice， 仲有好多人，多謝你哋。呢個戲一啲都唔簡單，當然仲有我嘅設計師Cheryl、馮展龍、許慧心、阿 Jan，yes 阿 Jan， 肥 Jan，yes 多謝你，多謝你哋所有人同我一齊發神經。去做呢個戲真係都一啲都唔簡單，多謝你哋。但係我最要多謝嘅就係呢個人決定同我下半世繼續發神經嘅我老婆 Shala， 仲有我仔盧以亨先生，多謝你哋。喺我發完神經翻到去好攰嘅時候，仍然好多嘅包容。我好多嘢都做唔到，我成日都話 sorry 啊，真係交俾你啦，我真係唔得啦，我癲咗啦已經。多謝你哋。當然呢個戲，尤其呢個戲，我好多謝我哋中英劇團嘅觀眾，我哋嘅 fans， 多謝咗我哋好耐，多謝你盧以亨先生，係啊你啊，我嘅 fans 嘅叫我一定要多謝佢嘅 Ada 同埋 Pinky， 多謝你。Ada Pinky， 多謝你。當然仲有我嘅爸爸媽媽，由我入演藝學院，無條件咁樣支持我，多謝你。仲有我所有嘅朋友，中英劇團來來去去嘅所有人，彭秀慧小姐。阿英、Baby John、阿巢，所有中英劇團 Melody， 所有同我一齊並肩作戰嘅人已係咁圈我啦，所以我數唔到啦。所有同我一齊合作過、戰爭過、魚蛋、阿炳，所有一齊發過神經嘅人，唔講咁多啦。我多謝大家，我喺中英劇團，我會繼續發神經。呢個戲壞咗會翻嚟嘅，請你等待。多謝各位。